客家人为之而团大家小家一代设计家起今天，因为从小也路可一样，看到的路系也相关的东西。2002年起始，一路设计的一系列用一样器材为主的装置艺术。研究呢，还有也得创作去参加伦敦100%设计展，有一本世界陆地使用的也是得过好搞。结婚过后也接触到老公路卡嘅茶厂蓝腔行业，也结合也到金属。做出的全部共用的艺术品。推动董事董会议员太嘅起今天，本传统医疗用品全新嘅形象，以指导伫展边处理色彩，就像伫做细手术。像年纪嘅时节，每从干自家嘅习惯破开做手术，所以伊结合微量嘅东西，做出的展边笔记本。另外，像系食药嘅鼻珠，本需要每年食药嘅病人，透过无共用嘅加拉火。分析面对一条药眼，有些人他是每天都要吃药，每天3餐饭后，可是会把他的心情转换，就好像他在吃甜点。因为当你的药丸放到这个容器里面，它就好像是一颗一颗的糖果，然后你的药水就像是一个甜的那种果糖或者是什么，那你就在吃药这个过程，心情就会不一样。结婚过后，对同事一样加到3重的工厂，加关作为是茶厂一条路，对于看起来规模神奇的事情，也加关3年分分喜喜查定一条蓝线，也个工作态度咁统一，伊就将一条金属蓝线变做艺术创作的一部分。这些默默在付出的黑手，他们在做的一些作品，即使是一个小螺丝，我都觉得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作品。那另外一方面就是，我们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们去拿这些5金零件的过程，去挑选，去看到它漂亮的形状。齐景婷知道，现代人做事情就系上太多嘅，规划到最尾，点都啥唔敢做。就像系彩飞推嘢，唔是讲我太完美，咩唔是小数位木偶做。幸福这个艺术，放心去做，有段时间冇听错会做出上唔多嘅好作品。客家新闻番茄上陈心怡特别报道。